电秀，阿辉走。我想哦，下天的大，将军主宰，云端上啊，来自云端来，咱们大明了，要当大。我是一般的班，难过难下。阿公，青年去到哪里？哎，从迄态度紧直紧的么？就头样状况应对安尼。你嘛做紧去直。迄片地方差就停单就抽差。伊啊，该做去新庄啊。新庄啊，又改路又查。哦。错掉。温馨的哈。迎接嘛又温馨的。一位好唱歌、好国家了解电影上路先生林启正，就是演到近本日的主角。今年87岁的林启正，是做过白管、白银、四片戏曲后场，然土坛后场。尤其是两样的上改，然随来随调的创作方式，本大家出动设计。你专门曲啊，两本专门曲啊。你嘛啥写两本？海歌。迄写嘛个内容？你写，你扮演的这连连桃花风啊，通桥梯走开，神仙来去恢复啊路，就显得来，我来狐仙之个，我来入仙，我来修仙，三仙呢。是12岁啊，刚好看戏啊，生人啊，看戏甲戏棚当做个款式，我将来是要做了，伊唱么个款，我就要听伊样唱。宏大的志人，志大无外了，哎，我讲个款甲唱，我大个甲模仿做唔得。做唱欣赏来教啊，爱读啊，名那欣赏教啊，欣赏教落去讲唐模啊，甲欣赏下跳啊，爱做唐诗的，爱做的出来，哎呦，我讲欣赏。我讲你也跳，社会早
家早个爱写家条，迄讲就当爱分堂啊，讲错嘛。啊，就个过那以后啊。念住啊！啊，对啊。伊当伊食了简单的东西啊。还实在啊，还是一般般，接不接到菜就安听。啊，真少食，你食无多啊，日本还是啦。哪有文本事大？哪有文本事大？哪有文本事大？关注福禄曲，我那别关福禄啊，将军主宰，要做别关。他扮演咯。啊，南关，哎呀，意思一呀，一呀意思了，哎一了，当哒啦啷哒啦铃当当。鸡毛空降，其实我那南关，那关于迄做好唱嘛吼。北关就唔免讲好唱哦，北关就规班，唔免讲好唱。托是像那前场好唱，前场做爱做，哈好唱安尼做爱打，那前好唱。娘啊！头摆来讲吼，是安尼翕盘的，像伊只人抢入去翕盘，是当多咧。从佢头先创安尼曲吼，印度头摆当尾创，加上会安尼做安尼，啪啪滚，马上糖豆，像上雷公样安尼。普通人无安尼唱啊，自由啊，伊做得多啊，我冇讲时就伊都做得多，你特色糖豆吼，普通人讲哎，林志俊吼，加上音乒乒滚的，袂从上雷公样，特色咯，都钦佩去安尼意思啦。像哎兄弟来讲啊，吼，是茶的意图啊，一出门。有唱歌，有快乐，有钱。演了爱啊吼，猜不下做些有冇钱。聊天啊，爱得行啊，爱做。对啊，忙伊个讲说啊，是啊，人家当这样行。唔要聊天啊，哎呀，爱得好的啊，唔要聊天，爱莫行。
就是现在牛奶做对。那叫面茶、米底啊，米底啊。米底香个好吃。香。呀，面粉唔敢吃嘞，爱去先买面粉。哦，牛奶粉唔敢吃啊。唔敢吃，讲么？他们有得来，有得生意呀。上没来，上个来嘅，冇嘢咯，没用吧？凉嘅。哦，啊，去下富區，哦，好远。好遠。土實啊啩。本身在米蘭也辦過了總理。出thành sự chú là cho cái một nhân ăn chuẩn môn chọn xe lại có họ nghe con做唔好的ăn多些ăn多些好ăn快啊唱得輕條都冇嘢好嘅多啦通台按輕條條搞得下以後我唔做嘢錢去搞佢，好唔多，冇咁快。多少咪搞？好簡單咯，佢每唱下人講個輕條嘅按彈唔識啦。將軍主宰，個輕條嗬，肯定按。唱唔出。唱唔出啊？好唔多。這個日本時代的當兵嘅要咩是咩？可練咯，個後人練開了，冇咁簡單。人家我簽安個簽冇。走前面，走前面，帶路。快講。冇帶帳嘛？有冇帶？冇帶帽。唔係戴帽呀？哦。係啊。哦。好來哦。有冇行？行兩邊啊？行兩邊啊？用個行啊爸。行兩邊啊？兩邊。兩邊啊？做得啊？做得，簡單。係寫おはよう。來講おはよ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就好創新啦！我講特別做陶瓷呀。一到四才是做呀。我好發音好新哦，俺就專門做陶瓷，俺冇大發音冇錢。哦，多少錢？真少錢呀！日本時代呀，一般人300斤骨人幾好錢啊？93本啊！做陶瓷哈，放眉冇人做哈。想要講去做講。你人個保養那個唱嘅彈到真優秀。哦，優秀。像1、2、3、4個5、6、6啊7啊7、6啊5啊4啊3、2、1，係。做都市工做白人有乜嘅我一樣啊？都是專門的講政治，對選民講法，我做好多了。你做差唔多一道廠啊？我就專門台北那多，風頭啊，到處是風頭啊，烏頭就安樣啊。愛風嘅係咪？愛風啊。神明唔講神明嘅講法嘛嗬？啊神明會講法哦。做咩啊？啊，你有啲神明有堂道呢？真明啊，太低啊，是菜子沒磨了神明，你條南面3尺都有神明啊，唔好亂做，絕對唔好亂做。
身边人都可以这样子，哎呦，你这又配吼，十分好，你可以。土坛后场是林奇珍表演事业中动重要的舞台。虽然佢无正式拜师学艺，不过以自家的才情，当嫁出海外的土司可艺的从业。明天真咯，感到啊真甜，日子啊妙哦，样啊人哦，朋友啊吃啊，花咯家呀，牛啊虎啊水，虎啊虎是，俺唱讲啊做。一個用好老花呢？你係咪好老花？我們你這個真人法啦。有係咪嘅？唔係合法。真人唔係啊。唔係合法。六福水啊，牛啊虎咯啊水，虎啊危險咯啊山，太陽啊天咯啊梅咯啊日龍，哎，真人嘛，真人法啦，國語咯。我係國語啊。國語嗎？專門唱國語咯。唔係唱好老花，媽唔係合法。沒有。咁用我學過。啊！用我日本時台人都有學過咯。我冇學過，我彈到我出啲啊！你叫我開聲冇我彈，唔識彈啊！人家開聲，誒，彈到喲。你學咩嚟啊？一幾番，唔識彈到我出啲啊！你好。来。哎。哟。係。欣賞你。下哥。你好。小姐。哎呀，你走路了，俺們去找你都多的。哎呀。那個娘我還沒做。來，坐。謝謝。朝天背啦出啦，啊！玩太背啦，玩太背啦，玩太背。淡都排哦，淡都排。個校門係好嘅，個真正都是唱太來感謝。阿爸係用嘅認識嘅呀？啊？唔係用嘅認識嘅呀？用嘅認識嘅呀？那认识啦，出到大把人认识了，好像民国40几年那时候了，那时候是没有扩音器啊，扩音器跟麦乳哈，都是硬唱的，难唱的哦，所以那时候一响以后。唱出来哈，唔是麦鼓哈，唱出来响是咚亮咚咯。那个响佢嘅名声啊，是大家都知啊。很多次內要呢，你有錢，你講我啊錢啊。做愛做過啊春秋啊，很難。再見。属师傅一甲子嘅林奇珍老车房亮，两三系客家八音重要嘅乐手，不两三因为年岁大嘅做出动手去表演，也下上爱看到两路共台演出嘅机会，色彩系动手，相自由头有地位重合，看到家到天数演出。
林启正老车帮梁也两位阿伯的交情，就像春秋时期的放牙老种子起强样。为建议音乐风格强烈的林启正，只有功夫多角的车帮梁阿伯，当做的老技配合到同调达。伊分出来，读音啱啱无难像样啊，一练就够格啊。爱久练才会成功。哦，默个没成功，学这本还没有学大天，大家惯性的，就好到来出手，应该功夫冇多格吼，唔会唱，默个没成功。车帮梁今年75岁，16岁的时节，加速的壮批，建议其参加当地车木组的拔音团，利用天生用的时节学拔音，还有因为拔音较无人抢的，故所其慢慢的就没做的。40岁的年，其转任公职，先做村长，寒假一连做为3届，到为56岁才退休。托家国的鼓励下，才决定转到拔音圈。一直到75年来，村长退休咧，卸任下来，俺哥讲，你啊，继续，若讲啊全部唔记得啦，俺去又将唱来个欣赏，以前教过来个乐思想欣赏，俺才拜托佢来。个人来复习一下。有160个合成吼，演出去表演的，唔可以嘅。半仙了，半仙。记得把亲妹溜过来。冇嘅。呀，可能我离开。会救的。关于这200无救啊。今年7、8月。啊，对了，今年嘛。今年的嘿。我离开了2、3年了。哎呦，离开久了。哦。那个移民记啊。在主公嘅下。在主公啊。不是在他家了哈。嘿嘿嘿。对嘛？要出去玩了。没给移民记啊，移民节啊。移民节。嘿，在主公嘅下呗。在城内卖啥？在哪？中啦。在哪里？哦。也是佛神拔音团，民国97年7月，到桃园平镇的银海宫，以移民庆典表演的情形。佛神拔音团是接受林启正、老车帮梁等老乐师的指导，故所托家到的表演地图，还看得到师傅传下来的技艺。民国48到52年，台湾受到87水灾后各落里风灾，一连串天灾的影响，本农村开始无限的重整工作，大家就无盼好事的心情。
日本做好事听从学友嘅8人班也悄悄的无诶。以前8人算嘅，无种中央有唱8人的很少。台湾嘅8人最兴盛的时候，迄哪叫啊？最兴的时候，迄哪叫？哦，那长辈上辈那唔定去双一摆哦。哦，上还有听过讲，以前8人吼会拼场。平常就是上面，像我师公那一辈的，他都有参与过了。是哦，变从迄用的情形啊。变团个四班5班来变过。来大无天来就唔买啦，用变尔，个就变。对头摆8人班来讲，变唱是表现技艺独创了嘅方式。虽然喊做变唱，不过也有规矩老禁忌。个比方来了喷了食谱，了我你做了，来了班做好，我你做了，你马上是喷人来抢条谱，该是表明调了你，让你变的意思，表明。哦，让你变啦，了变轮头了，来喷呢，我你做又隔一下，也飞机了啊，还有喷头先喷呢，那无所谓，又隔下就无所谓。不能马上。不能马上。一马上就是。对。又隔下，无相关，我那又按多谱了。嘿啊。嘿啊，那4班啊，你啥喷10条、40条，哪有40条全部大家无喷过的？唔看过啊？条那你付啦。唔拄过嘛？有拄过？唔拄过啊？嘛看我嘛不过。按拄过去汉用的咯，唔嘛变回啊。假，嘛看都变过。是哦。条摆鱼啊。人就变出人啊。是哦，我输的啊。恰，我看到叫来落咧。新丰的汽车来呢，我看到佢来，我就地快咧，就辅导。看到佢等佢来，我就地辅导咧，就起埋。我来辅导，放，吃放，哎呦，叫阿贵伯，小贵啊，阿贵伯。也我讲，迄欣赏古旧的。也欣赏娘狗啊！啊，小几班啊，作点，唔敢讲，无班掉。成立到一下拄好30年嘅火神8人团，都是请林启正、老车梦良2位先生来教。看到头摆，神奇又等人下嘅老师公转到火神8人团，台演傻傻就当欢喜。老师公啊！老师公啊！哎，很啦，爱莫很嘞，有莫很咯。很老师公啊！你要不按切的啊？来，你按切的啊？是，我睇見大家有會電水，基本上是會記得嘅啦。師傅，佢叫我來。我又做緊手啦。你叫我來啊？用眼鏡冇來。用眼鏡冇來。用眼鏡冇來。唔係啦，唔係怕，要不先去講。哦，我做2兩3年，你還攞啊？我就當過好。哦。你冇留下要，一留下就翕到咯。是當過。老对熟食在定阿公啊，是来熟食。我阿公的时候，来左边转那个有两张录音架等于位的，等于尾落去啦。等于位的，得很恐怖去考不是很恐怖啊，哈。等于位都很恐怖啊。去向阿公請伊過來。啊。阿公叫他請伊過來。嘿，恐下就恐班来做拜年出门来吼，
同个团体一起出门的时候，那你就很尊喜啊嘞。对。遐因多细啊29年前，29年前佢差不多诶67岁。啊，毋是共哦。俺大家样退伍回来25、26岁。从我落退咯。好。爹。让人家感觉哦，并感觉讲哎，懂风趣，懂快乐哎。当他在演奏这一段过程的时候，让人家感觉说，哎，他怎么那么风趣？就带动很多观众哈，看到了录音家哎喏，大家都是非常高兴的碰撞，就让我们感觉说他很风趣，对。演奏也可以用风趣的方式。对。对，很活泼。我也看到过，关头也是一个专辑。对。啊，他当然他是随心所欲，没有说他有时候高兴的时候他不照规矩来，对，就是讲说我们常刚刚讲的咩小咩屁哎。这样是可以的吗？没有关系啊，因为在某一些场合是一种快乐的表现，但是有一些场合就是要中规中矩，比方说，哎，我们现在祭祖、拜神，这个过程绝对你不能开玩笑。请客，随心所欲都无所谓，他就能很灵活。从颜色在嘅林奇镇，其大正月初一、15，就会准备简单嘅果子，到附近嘅北宫来敬北公老北婆。种个来呢，种人人的店人名啊，种旗，啊，种旗，种旗哦，种旗，种旗啊，借东进，种旗，种旗啊，那个也不能通好啊。安娘啊，你就安大了，你让俺保点同好啊，安娘啊，上班没做，做白油钱，上班，上班，安娘啊，我去叫我做，
啊？8点钟了。半小时呢？你要按吗？啊？你想按吗？俺去做了。哦，这样子啊。你怎么打没有呢？哦，是。哎，该跳进去卡到啊，我卡了。不会了，不会了。哎呀，你去做惯了，我讲了。不会啊，不会。啊？不会了，按身体会比较痛一点。按钮啊？哎呦，我看到按钮你。哎。第一次都会的，第一次都会的。你客家人好多年。我外省人。啊？外省人。哦，外省人。そうですか。哦，是。哎呀，我13年了，6年我把头来骂帮个风大无3個千名球，我講無奈何。我這種3個千名球，就落，當然啦落。我唔係落嘅心理哦，絕對唔好挑剔，絕對要落，當然要落。我讀過唔上快。誒，唔好緊，你笑，把個書讀到笑嘻嘻冇，我唔好笑，我爸講個做風采來廿3個千名男，冇應該講奈何啊！一台風啊就一人，我爸愛躺住個猛係。大家一起來吧！哎，幹了！哦，好了，到那里面电锅，盖好了，盖好了，老弟，刘豆，你妈妈，你摆手都推的啊！伊像个老弟啊，咩？你后日把尾骂还是唔理你啊？讲啊，咩眼看你讲啊？分手啊！打电话来讲下。哟，溜啊！打电话来讲。哪里呢？该啉来掂着啦。贴吧。哎，要喊你冇下来多久啊？我出門去打咩事？佢時常喺地波度啊，很嚴格，很嚴。但是一出門去啊，我們學生啊，講學到哎，冇按多角啊，冇按什麼事情，他就很會，你知道的他就，但是你錯的地方啊，他不講，等下來喝酒什麼的，他就去罵，他的價值就這樣。然後而鄉下規班的出門啊，一個迎客看到佢嘅表現呢，大家都感覺真氣氛、真歡喜，哦，可以按樂觀，所以呢8人團呢，地北去了解啲老人家來本大家來出門嗬，鄉下出門是本隻鬼團嘅嗬，最大嘅趨勢是講，大家希望是歡喜佢嘅表現。那佢出門鄉下是當特別快樂是吧？甚至佢有好飲2杯酒哈，飲到開始動生氣嘅樣咯。然後佢鄉下當怪過日。我啉酒，我出吹中啊，啉酒啊，冇種我切你中啊？啉得嘞？啉得嘞？冇咗啊！冇咗，啉得嘞啦！有一日，一道入洋團隊拄好到報紙上看到一篇有關台灣老唱片嘅報道，發現原來台灣地藏嘅唱片實係客家8人。故所一道尋到一位收藏家，一方面希望透過節目，本行卡到嘅人都得聽到一種套1914年出版嘅珍貴樂聲。另一方面，也希望借由一種老唱片，本林奇珍上到行卡到客家8人嘅回憶，同時也為收藏嘅人記佢對客家8人嘅義負。我自己其实是不懂客家的音乐的，然后我只会觉得这个听起来有点像
很像是那种传统的流水席会放的那种背景音乐。可是我对他的音乐的内容其实是不熟的，所以可能就要请教阿公他们了。将因呢，太管门就唔唱，真系这够长年啦。你像他刚刚那个就是一串联的串子啊。所以它的标签的题目，那个标签他们是贴错的。我以前我买50年代的唱片有没有？他把那个曲目的那个标签2个贴。对。可是它这个盘，它已经这个是母盘制作的时候就上去的这个编号，就已经是这个了。你像他刚刚那个就是一串联的串子啊。再听看看，再过来就知道。好，再听另外一遍。也是串子，这一首是百家村。百家村对。大开门很多这样给大家去比较看看。大开门哈，我这个大开门也有，我听那个滕老师有讲过哈，他大开门有用胡琴去奏乐的哈，一起跟唢呐作业。但是像这样子的串子，铁定是一个刚刚那是一串联，其实一条是百家村，这2首曲子。所以它放在大开门的这一面反而是一串联，放在一串联的这一面是百家村。对。我收到这张唱片已经2年了，然后我一直以为很单纯，哇，台湾第一张唱片大开门啊，然后一串联。结果今天有一个非常大的收获，我竟然发现，哇，这个标签都是贴错的。台湾的第一张唱片其实是日本人有一点乌龙出现，所以这跟我们想象中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大开门贴大开门标签的这一面，原来是一串联，但是贴一串联标签的竟然是百家村，所以哇，这是今天一个非常大的收获。我们原来知道台湾第一张唱片，它的标签其实是有问题的。没想到手按拄好，才发现台湾第一张唱片的秘密。要获得林启正老火神八音团演团中专业的判断，张做得本一只错误做一系列本人发现，也本一8年前的音乐做得重新本大家正确的了解。替白拿出来看。你看替白拿出来看。哦。 5年了、啊。对。5年多了。
6年前，因为天使爷诞生举办嘅一场传会，嗰时其中嘅八音班嘅老师傅老后生人，当场系一场小型嘅客家八音音乐会。土也珍贵嘅洋兄弟度，还有一位本林奇镇老佛神八音嘅团员董凡音嘅人，佢就是言坛中所讲嘅事故前夜响，充公神通发拍，同样也是佛神八音团嘅成员。听讲记下佢老林奇镇恰逢梁山煞，本人喊做三宝，之后接到腔台表演，绝对是动闹热。现在找照片找不到，他们两个三个就是跟那个我那老师傅，他们三个我那师姐哈，三个哈，他喝酒那种高兴那种快乐，从他这里很厚。虽然其实佢已经过身了，头摆三宝腔台表演嘅情形也看唔到嘅，不过见到珍贵嘅情谊老表演时嘅欢乐气氛，同洋上嘅纪录地图和原演嘅流程老保存下去。听到唱曲的人想要学去啊，唔免我按简单我堂的就我帮佢学落哟，无按简单。佢9年哦，你都还学到难度还拗唔转，因为佢变化太多，佢唔免讲死板板的是那样唱，好多变唱那也是安样，它变化无穷。你都无法度学到假的东西哦，实在是非常的自己嘛讲，哎呦，天眼探啊，都无法度学到假的，莫讲1/10，莫100%、1000%都难。我最按个感慨。因为两我辈吼，无一只讲照俩功夫的人吼，唱起按快乐，按触动的人。对表演方面，就像很灵活，也很少，没有看过，没有看过。对，唱起按灵活，很灵活运用，不会说照本宣科讲，头摆个谱样板就个谱来哎，其实咩随来随对喂。哦，这个是我们客家的，所以我们都当起迄个都个播。痛哎，人端之上哎，还看呐，只见欢人啊，在绕人呢，在到面对。